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文碧珍，又到我的好好运动的时间咯。一下我的等等碧珍老师先来做运动。一开始我的来两只脚打开，好，同样的髋关节胸用按开，来吸气，吸气，吐气，把你的身体往上带，等好，慢慢的不用松下来。好，吐气，再一次吸，做到等候，好，慢慢的吐气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松我们整个背部的筋膜哈。好，来看哪个侧面哈，来一样，慢慢的下巴收，好，一节一节的，然后要等为背弄，然后到位腰骨，好，个思路也到位，慢慢的不用松下来。一面走一面调整呼吸，好，要得个膝头做得微弯，好，不用松，要得为膝盖，然后再慢慢的下来，第一摆先慢慢的再走，再松来，好，一节一节的调整呼吸，然后到我们的肩膀，整个身体，等候，好，走一摆，慢慢的吐气。一节一节，从要的背弄，好，从肩颈背弄，慢慢的到要的腰骨，一节一节的放松。我会知道要的背弄，要的为太脚臂后背，到四脚臂后背全部都会很有一些很的感觉，好，你就让它自己放松。来用技术，好，互相抱着。好，头点头，放松我们的头部，还有颈部的肌群。好，转头，一样调整呼吸。好，再不用松，慢慢的一节一节，从我们的背弄腰骨的地方，一节一节，再慢慢的起来，然后到肩膀。然后双手往上带，肚子数一下，再往后，等后，肩头再不用强松，今天要得为暖身，就先做到一到尾。再来，等等飞珍老师向下来做运动，爱搞太极，去强化我们的背部跟臀部整个核心。尤其有下背痛的人，常常下背疼痛的人，等等向下做，体力动作很简单，都坐到在位垫子上面，两只脚打开，跟你的肩膀一样开。慢慢的往下，让我们的脚踝在我们的膝盖正下方，两只手不用等，好，然后慢慢的，我们从尾椎一节一节往上带，好，再慢慢往上推，然后呢，到我们的胸椎也到地方之后，好，不用太上面，然后臀部再往上推一点点，好，撑住。调整呼吸，干不够上下把我们的核心夹起来的感觉。好，一面调整呼吸，这是强化我们的背部、臀部跟大腿的后侧的肌群。好，让我们的我们的臀部，好，我们的核心可以慢慢的强化。再做的来发，用技术往上，好，增加它的难度。调整呼吸，好，再慢慢的一节一节的从我们的胸椎，都会背弄，慢慢往下做，非常好。好，再做的发脚再往靠近我们的身体一点点。好，再一次吸气，好，慢慢吐气，往上带。再做的发就挺都要到位。好。那可以的话，把我们的脚跟好往上推多一点点，很好。训练脚踝再多一点，
好，再一次往上推。好，让我们的小腿再多一点训练。记得咯，我们的下背也要往上带着。好，训练一下，去摸一下，去瞄一下，两个下背2个肌肉群。可以的话，再往上带一点点，带差不多5公分，很好，有感觉。好，整个下腹，整个背肌、臀部，好，太極背后背，全部都有感覺哦。好，大家做到動好哦。好，有控制的，來腳先下，好，站好來。人家師傅他穩定住哦，有等於一定有感覺動手牛呢哈，很做得來發亮技術，朝天花板，撐住，嘿，很好哦，調整呼吸。好，如果再可以的話，慢慢的一節一節的往下，也係基本的動作。好，後下看看我們側面，好，慢慢的起來，好。那接下來我們增加一點點難度，要拿的波數球誒，好，喺每一方面做的都球誒當高哈，好來，強用兩隻腳踏上去，好，慢慢的躺下來，好，師傅再抽卡下背的位，好，波數球啊，就會吃到，好，比較不穩定，好，好，強用兩隻手撐着。尾椎慢慢一節一節的往上帶，很好，然後往上推，好，強用啊，讓你的腹部、讓你的背部都有夾起來的感覺哦。等候，好，支撐住哦。好，去感覺上面跟下面動槍有東西按你往內擠壓，你就感覺哇，我的核心肌群很像正在鍛鍊當中。兩隻手，好，不用都聽來哈，慢用誒。好，再慢慢一節一節的往下，很放鬆。好，再來尾椎往上推，等候哦，控制一下。好，喺做得嚟話，讓人腳臂往上帶起來，好，加上小腿肚，好，我們的小腿肚的訓練，再加上核心，增加我們的難度哦，哈，調整呼吸，非常好，好，再慢慢的把腳放下來，屁股沒有掉哦，撐住哦，繼續努力，做到懂後。好，來，再慢慢從我們的胸椎一節一節下來，腰椎、尾椎，來兩隻手，好，抱住我們的兩隻腳，按摩一下我們的背，好，然後往左往右，輕輕的按摩一下，好，繞圈圈，好，換邊繞圈圈。好，不用強損一下哦，哈，好，再來一擺哦。好，2隻腳踩上來咯。可以的話，增加難度哦，2隻腳併攏哦，哈。現在把2隻腳併攏起來，然後慢慢的往上推，一樣一節一節的往上。後一腳比較吃力哦，2隻腳併攏，好，撐住哦，非常好，去感覺你的背。完全被撐起來，對，等候哦。再可以的話，用一隻腳離開。好，注意你的穩定，上下一樣穩定住哦，哈，不一定要提很高，跟你的另外一隻腳大腿平行之後，好，非常好。做得來吧，2隻腳伸直，碰在一起，等候哦。有感覺嗎？你的核心肌群，好，全部都可以訓練哦。4，非常好。5、6，加油哦。7、8，好，等候，好，再收回來，一樣腳併攏，屁股一樣撐好哦，沒有掉下去。好，彎腳，
脚尖下压，撑住哦。好，利用移速，一只手一只脚，好对碰，加油。2，加油哦。3、4，非常好。5，有感觉你的背部哦，又完全撑住。7、8，非常棒。好，撑好。好，慢慢的下来。哦，双手抱住膝盖。好，左右按压一下。哦，周都懂后哦。好，一样顺时针、逆时针。好，一样侧面侧躺。好，慢慢做起来。好，轻 hold 100。我们要增加这个难度哦。哈，人家就会跑出去诶，不用松来咯。哈，好。不用松了，做嘛呢？我们的屁股坐上来一点点，好，一样，2只脚打开，撑稳来，好，压个头呢，好，贴住，整个躯干都贴好，然后慢慢的，一节一节，胸腰往上带，好，压个脚，会觉得，哦，不一样哦，哦，同天来哈，冇胸腰哦。好，撑住，好，等候，好，慢慢再下来，一节一节下来，好，这样一样是强化我们整个背部、臀部跟大腿后面，但是呢，要在通着又增加了肌肉的激活，好，我们会吃到，哎呦，啊，冇问题哈，冇问题就会增加哈你的神经的刺激，哈，就会。让你的反应速度会更快一点点哈，好，慢慢的收回来，非常好哦，等候哦，太卡周都等候，好，再来往上带，好，黑周的来发呢，你要有重心思考呢，好，目标用 AV 耶，逆时针。对，很好，好，慢慢做，再来顺时针，要做臀体来下做某胸用哦哈，你会感觉哎呦，这个肌肉被控制的，要被激活的那个肌肉量会更多，好，训练更多我们的背部、臀部，好，还有大腿后侧，好，非常好。好，慢慢一节一节的下来，哇，太嘎做到喊上后呢，好，慢慢做完之后，做得了，要记得要来做收操，哈，所以呢，我们来双手双脚一样是打开，把它尾椎收，双手往前延伸，好，慢慢往左斜前。把整个背部带开来，好，往右斜前，非常好，然后往上，好，非常棒，肩膀动一下，啊，太嘎做到很然后呢，非常棒，好，整个背部、臀部、大腿后侧都强化了，好，基本上哎呀，就运动都呀，按姿势。